仲未賺錢嘅，但係如果你唔冇融資，佢唔可以繼續發展咧，咁佢唔可以喺呢個世界市場裏邊咧去競爭嘅。咁所以呢啲 partners 咧非常之重要嘅。我哋主要嘅專業主好想學多啲嘢，好想參與多啲，然後咧增長佢知識啊，同埋更加覺得哇創新啊發明係原來咁犀利嘅。咁呢啲咧，當然我哋學生，我哋都鼓勵佢哋參加我哋嘅活動啦。咁咧就呢個咧就係我哋嘅主要嘅一個宗旨。咁亦好開心咧，就好多會員參加咗啦。亦我哋又參加好多不同嘅活動啦。咁我希望大家咧就可以推廣多啲亦鼓勵多啲朋友參加我哋呢個總會咁我哋呢個分享會咧係會不斷咁去做嘅。咁咧就除咗係我哋自己會分享分享之後咧，我哋又會邀請我哋好似陳植森先生咧，佢就係佢就自己有自己嘅發明，好多專利，然後咧又真係落咗地，又推廣到咧不止喺香港，而家係世界市場，所以有好多成功嘅案例咧，亦可以同大家分享咧，嚟變咗咧就係鼓勵大家嗰啲發明人啊或者科研人咧係有好大嘅機會嘅。我哋好希望大家一齊共同努力咧，幫助你哋去發展嚇。咁多謝大家。非常感謝呂博士嘅分享啦。咁我哋都希望啦，咁創新發明總會咧繼續都係會務蒸蒸日上啦。咁佢有越嚟越多嘅高質嘅會員去加入HKFII，咁令到大家可以喺個團隊裏面啦。啱啱博士都有 mention 到有4個功能組別，咁希望咧喺呢4個功能組別裏面咧，大家都可以發揮到呢個協力嘅作用嚇，令到大家都可以互惠互利。而每一位嘅發明家咧，佢哋嘅發明咧都得以可以推廣出市場，咁樣令到佢哋咧可以繼續造福社會、造福人民嘅。好啦，咁我哋跟住落嚟咧嘅呢一個環節咧，咁大會咧為咗都好感謝各位嘅一眾嘉賓嘅抽空嚟臨出席啦，咁所以咧大會咧都與此同時咧都準備咗我哋嘅感謝狀。咁而家咧我哋就好希望咧可以有請到現屆會長啦呂堅教授嚟到台前咧去代表大會去頒發呢個感謝狀嘅。那為了感謝各位嘉賓百忙之中可以抽空莅臨來到我們會場來分享，那大會呢也都準備了感謝狀。現在我們有請現屆的會長呂堅教授來到台前，代表大會來頒發這個感謝狀。好，謝謝。好，咁我哋首先呢，咁我哋有請HLB 風險諮詢服務董事黃成樂先生 Mr. Noah Wong 嚟到台前嘅。咁麻煩攝影師。好，出聲。望一望下，唔該晒。再嚟多張。哦。OK。好，咁跟住落嚟咧，我哋有請陳植森博士 Dr. Jackson Chan 嚟到台前。咁得出聲啊！唔該晒。咁最後咧，我哋請到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陳百里博士 JP 上台接受感謝狀。keep 住還到啦，唔好搞咁多嘢啦。好，望一望。好。唔該晒。好。有請副局留一留步先啊，同時亦都有想請翻頭先兩位嘅嘉賓可以上台前，我哋一齊影張合照。你冇信心就不如全部還到啦。Noah Wong 同埋 Mr. Dr. Jackson Chan。好。係，我哋一齊影張大合照。前一步。好，等等啊，望一望前邊。OK。咁同時都請
請各位嘉賓都留步啊！我哋同時間咧都想邀請埋咧HKFII 嘅創會會長啦，呂新榮博士上台前係啦，仲有我哋現任主席趙慧文主席 President Raymond Chiu 係啦，常務理事項目統籌黃國立先生 Mr. Victor Wong 係啦。好，咁我哋可以望一望鏡頭，一齊影張合照。好。OK。好，非常感謝咁多位啊！請回座，係請回座。屌動物都有人偷唔使人哋唔知做乜㗎。好，咁啊，事不宜遲喎，我哋今日咧就馬上要進入今日嘅第一個重頭戲啦。咁啊，我哋都知道咧，知識產權啦、IP 嘅融資咧，其實一直咧喺呢個創科界咧都係非常關注嘅一個議題嚟㗎。咁我哋咧非常榮幸咧可以邀請到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陳百里博士 JP， 佢為我哋去分享一下呢個知識產權嘅融資三合嘅最新政策同埋機遇，係啦。咁啊，陳副局已經準備好啦，咁我哋將個舞台交俾你啦。Thank you。好，唔該你。好，大家好啊！咁首先感謝香港發明創新總會邀請我出席今日呢個午宴分享會，咁俾我有機會啦，同在座各位業界朋友見面交流。咁就住知識產權貿易呢個非常之重要嘅議題啦，同大家交換意見。咁唔知在座各位或者你哋嘅小朋友啦，有儲開 design a toy、art toy 呢啲藝術玩具啊，啲 art toy 過去呢幾年啦，係越嚟越盛行。一個係廣為人知嘅例子，由香港設計師創作嘅那布布啦，咁已經熱炒咗好一段時間啦，紅遍全球。咁佢一系列嘅 IP 產品，有毛公仔啊、盲盒啊、時裝啊，以至飾物等等啦，都充分體現咗知識產權商品化呢方面咧嘅無限商機嘅。隨住全球經濟迅速轉向以創意、創新同埋科技為核心嘅發展模式咯，知識產權事實上已經成為咗企業嘅競爭力同埋經濟增長嘅關鍵。咁只不過啦，當我哋企業家去推動知識產權商品化嗰時啦，往往係要面對成本高昂啊、融資困難啊，同埋高端專利人才短缺呢啲種種嘅挑戰嘅，從而啦係制約咗科研創意成果嘅轉化效益。咁要突破呢方面嘅樽頸啦，特區政府會致力構建一個更加完善嘅知識產權生態圈。透過優化稅務啊、融資啊、人才培育啊，以至協助企業出海等等，多管齊下嘅措施，全方位咁去提升知識產權嘅創造、保護、運用同埋貿易嘅功能，從而啦去鞏固香港作為一個知識產權或者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嘅地位。具體措施方面，咁我哋正在啦從以下6個範疇啦係做緊工作㗎。咁首先就係支援平台。喺國家知識產權局同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嘅認可之下啦，咁我哋香港技術及創新支持中心啦已經係投入咗運作㗎啦。咁呢個中心啦係會聚焦為企業提供以國家標準為基礎嘅一啲嘅專利檢索啊、專利分析嘅一啲專門服務。從法律、技術同埋經濟層面啦，去審視或者去評估個別專利嘅價值同埋佢嘅質素啦。特區政府啦，亦都係會透過呢個中心啦，去推行一個為期2年嘅財政支援先導計劃，去幫助中小企啦，係向專業嘅服務提供者去獲取一啲嘅專利嘅估值嘅。第二，人才培育方面。我哋會繼續擴大同埋培育一支具有創科同埋法律雙重知識嘅審查團隊，去進行一啲嘅發明專利嘅實質審查工作。另外咧，我哋亦都係會籌劃本地專利代理服務嘅規管安排，
咁呢啲工作啦，都能夠喺政府內外去建立一個專利嘅人才庫，從而啦去推動知識產權貿易以及啦就係為香港未來嘅創科嘅生態環境啦，去提供必要嘅支援嘅。第三就係我哋嘅制度改革。我哋商經局聯同團同知識產權署啊，咁我哋已經係就完善版權條例，促進人工智能發展呢個非常之重要嘅議題啦，完成咗公眾諮詢。咁我哋啦係會根據呢個法律原則啦，去制定一個業務守則，並且啦係會草擬呢個立法建議嘅。另外啦，我哋正喺度檢視緊呢個本地註冊外觀設計制度啦。我哋亦都係進行緊呢個公眾諮詢嘅，亦都歡迎在座各位啦係俾多啲意見我哋㗎。咁我哋好希望啦呢個制度啦能夠係與時並進，能夠同國際接軌，尤其是啦係要更加切合本地嘅工業化發展同埋我哋嘅數字經濟發展嘅。第四方面呢，就係一個稅務優惠。嗱，咁我哋正喺度檢討緊企業購入呢個知識產權或者知識產權嘅使用權之後咧嘅扣稅安排。我哋希望咧，從而可以加速推動知識產權密集型產業嘅發展。第五方面啦，就係呢一個係商機對接。貿發局啦，正喺度打造緊一個跨專業嘅服務平台，咁為內地企業或者有需要嘅內地企業啦，去對接翻香港世界級嘅專業服務，包括 IP 專業服務。我哋希望更多嘅內地企業啦，能夠利用香港作為一個跳板，高效有序咁樣去走向世界。第六，亦都係今日最重要嘅討論議題 ，IP 融資。我哋好多嘅持份者，包括發明家啊、創新者啊、創科中小企老闆啊、初創企業家等等啊，佢哋過去咁多年啦，都要面對一個老大難嘅一個挑戰。咁就係佢哋最有價值嘅資產或者係最大嘅資產，包括專利啊、版權啊、商標啊或者其他形式嘅知識產權啦。咁呢啲無形資產啦，都未能夠有效咁去轉讓買賣或者拎去銀行做借貸，令到啦我哋嘅持份者啦未能夠得到我所需要嘅資金或者財務回報嘅。咁有見及此，我哋商經局聯同知識產權署同埋金管局啦，喺上個月啦，亦都正式推出咗呢個 IP 融資沙盒。咁我哋就係希望打造呢一個跨界協作嘅平台啦，匯聚相關嘅持份者，透過呢個融資沙盒一個風險可控嘅情況底下嘅環境底下啦，我哋一齊去進行或者係測試一啲嘅融資嘅安排亦都係從藉此啦去累積一啲嘅實務嘅經驗㗎。呢一個融資沙盒啦係匯聚咗3方面嘅關鍵持份者。咁首先啦，就係一眾嘅發明家創新者同埋啲知識產權嘅擁有人啦。咁佢哋能夠將佢哋嘅知識產權資產攞出嚟去進行融資。另一班呢，就係銀行機構估值專家同埋一啲嘅法律專業人士。咁佢哋啦就係能夠喺一個可控嘅環境底下，香港係擁有良好嘅基礎制度。咁包括就係我哋嘅普通法啦，我哋香港實行嘅普通法啦，係能夠提供全球信賴嘅一個可預測性同埋可執行性啦。咁另外我哋嘅地理優勢，我哋嘅戰略定位，亦都能夠有效去連結研發、量產、人才、資金、市場呢啲上中下游嘅元素。咁我哋亦都係擁有非常之完善嘅金融體系啦。咁能夠支援所有交易產品，所有模式嘅交易產品。從呢一個係licensing 呢個係授權啦，去到併購我哋嘅venture capital 一個係創投以至係一個係信貸融資等等。咁我哋能夠係全方位咁去支援 IP 嘅交易。而最重要嘅就係我哋有多元嘅人才，包括在座各位。咁特區政府啦係非常之期待同在座各位朋友啦並肩同行，緊密聯繫，我哋一齊啦去共同構建一個更加完整嘅知識產權生態圈。咁希望啦就係促進科研同埋創意進一步邁向市場化同埋商品化嘅。
都大概我個 opening 就講咁多先，亦都歡迎大家嘅提問啦。亦都再次感謝主辦方嘅邀請 ，thank you。在座咁多位嘉賓，有冇邊一位係對副局嘅政策方面啊，又或者啱啱提到有啲新嘅思路啊，都會想有一啲嘅提問去問翻，把握今次呢個機會咁啊，向副局多多提問，亦都可以多多交流嘅。好，問下先。我係好非常係。頭先聽到咧好創新嘅 IP 沙盒咧，非常之好。因為咧，其實我20幾年前搞軟件咧，就係話同銀行借錢難到不得了，私人貸款仲容易啲添嘅。但係現在都係嘅，即係我哋有間公司喺科學園咧，即係佢就係話我哋盤數已經係賺緊錢㗎啦，都借唔到錢㗎，因為佢覺得科技咧反而係 high risk，trading 咧反而係 low risk 喎。即係所以咧就其實點樣打破銀行啊，或者呢啲融資嘅思維咧係好緊要。同意你嘅講法嘅。以往咧，其實我哋好多銀行機構啦，我唔知在座有冇銀行界嘅朋友喺度啦。其實主要咧都係透過磚頭啦，我哋講。咁呢個容易去估值啦，容易去有嘢揸拿，有嘢揸手啦。咁其實過去咁多年嚟啦，因為商經局啦，其實我哋都係睇到嗰個業界嘅需求。其實我哋都係不斷咁同相關嘅監管機構啊、銀行機構去傾即係譬如早前我哋推呢一個係商業數據通啊、Cargo X 嗰啲啊，其實亦都係希望利用一啲嘅貿易數據啦，係作為一啲嘅融資啊或者一啲嘅借貸嘅一啲嘅工具嘅。推行咗好幾年啦，咁其實據業界講翻俾我聽啦，其實都係有進步空間嘅呢個。所以咧，我哋就係起碼就係要行啦呢個。尤其是大家頭先講 IP 嘅，其實大家如果有經驗嘅話咧，係世界各地嘗試過係 IP 融資嘅，唔係好成功，唔係好普及。點解咧？其實大家睇翻而家全世界透過 IP、透過專利去做一啲嘅訴訟嘅，其實呢條數咧係遠大於透過 IP 做 licensing 或者其他嘅收入嘅。咁所以個模式咧就係而家好多嘅企業啦，都係攞 IP 嚟看門口。咁所以呢個喺呢個咁嘅生態環境底下，銀行業界、銀行機構又點樣去睇佢嗰個融資嗰個量度或者嗰個接受程度咧？咁所以點解今次我哋係要做一個沙盒？咁希望咧就係去睇下呢方面，即係喺融資嘅過程當中，無論係銀行機構又好，企業又好，或者其他監管機構都好啦，究竟面對乜嘢嘅痛點、乜嘢嘅難題？希望透過呢啲少量嘅成功例子啦，能夠寫一個 framework 出嚟，寫一個泡沫出嚟，然後就根據呢個泡沫，希望咧可以應用喺成個行業、成個創科行業。創科行業我哋係會先行先試嘅。不過頭先亦都主席亦都有講過譬如創意行業、設計行業都有好多 IP 嘅喎。頭先百里你所講嗱 Bobo 其實都係創意嗰邊多啲嘅喎。咁所以咧，我哋亦都係會將呢個沙盒所累積嘅經驗啦，其實可以將呢個範圍擴大少少。最終啦，希望梗係能夠係所有行業都能夠透過IP 融資啦，係可以多一個渠道多一個手段係去獲取資金嘅。咁所以要行嘅呢步，但係唔容易嘅。沙盒by definition 啦，其實就係可以成功，亦都可以失敗嘅。但係我哋會努力，希望可以係推向成功。咁亦都啦，正如我剛才所講啦，其實而家我哋嗰個譬如外觀設計或者其實我哋一直啦，其實透過我哋知識產權處啦，其實都有好多嘅諮詢咁其實都歡迎大家俾多啲意見我哋包括就係喺沙盒嗰方面如何去做會更加好咧譬如頭先同大家在座幾位傾過嘅原來我之前見過某間銀行咧做呢啲IP 融資有個成功案例過，我可唔可以攞出嚟俾你參考下或者俾我哋知識產權處參考一下，其實都歡迎嘅。咁多啲俾意見我哋，好唔好？第二條問題大家好踴躍啦。各位 Kenny 啦，多謝陳局長介紹呢個係啦，即係專利嘅融資沙盒啦嚇。咁我應該咧就喺2個月前度咧就聽過呢個計劃，因為就有中國銀行嘅我哋用開嘅
即係係啦，即係同事就過嚟介紹嚇。咁咧就佢就問翻我哋公司有幾多專利啊？有邊個專利係真係可以落到地啊？去再做到生意啊嚇。咁我哋就開始去睇翻我哋公司嗰個架構啦嚇。因為我問得可能比較 practical 呢個問題嚇。咁我哋就睇翻原來咧我哋自己個專利咧就會擺咗喺一間公司入邊嘅。我估好多即係公司都會係咁樣將申請嘅專利就擺咗間公司。另外咧就一間公司就係一個嘅 operation 嘅營運嘅公司嚇。咁咧佢就我就問佢，如果咁樣咁就唔係同一間公司啦，因為有一間就專利專門就 hold 住，即係一間公司就專門 hold 住專利。呢一間就我哋營運嘅公司就有好多嘅生意啊、流水啊咁樣嚇。咁如果咁樣嘅情況下，咁會個沙盒係會可以點樣去即係申請去試咧？或者係咁另外就係咪睇翻個專利嗰個發明係嗰個發明人係呢一間公司嗰個嘅持有人？咁亦都係有咁嘅機會咧嚇。咁我問中國銀行個同事，佢話佢都唔知道，係啊，所以今日就好好嘅機會可以問下陳副局長嚇。唔該晒。現時啦，我哋係3家發鈔銀行係我哋呢個沙盒嘅成員，包括中銀在內啦。咁其實佢哋而家正喺度揾緊一啲係可成功嘅案例，因為你寫好冇出嚟咧，咁最好梗係揾啲成功案例啦，去寫出嚟啦。咁所以係好多一啲嘅具體嘅操作啦，其實係傾緊，或者係同你哋大家研究當中。其實沙盒啦，我哋係唔會揾好多案例嘅。其實應該係揾單位數字嘅案例嘅啫，呢個係。咁做成之後咧，其實就希望透過呢個普保呢個 framework 咧，就係能夠透過譬如我頭先所講有個先導計劃啦、財政支援先導計劃啦。咁其實我哋啦喺年中或者打後啦，亦都會推出嘅。咁就希望透過呢方面嘅支援啦，就係俾我哋嘅業界朋友係可以多啲利用。譬如在座都有啲估值嘅企業喺度啦，咁可以同佢哋去得到啲嘅商業嘅專利嘅評估啊。咁當然我哋個 TISC 剛才我所講嘅個支持中心啦，亦都喺上個月正式開張㗎啦。咁喺 Productivity Council 嘅喺隔離嘅啫，其實咁大家都可以有時間啦，都去嗰度去攞一啲嘅免費嘅初步評估。咁我啲同事啦，亦都係會非常之樂意去同你去解釋翻究竟譬如嚟緊決定咗個沙盒點行啊，或者嚟緊一啲嘅支援配套啊，究竟點樣可以幫到你啊？咁其實大家都不妨去我哋隔離 TISC 嗰度啦，去大家坐低傾下。好，咁我哋最後一條問題啦，好唔好啊？咁因為大家今次機會難得啊，咁大家都可以多。我留低食飯㗎，留低食飯。可以坐喺度。大家好，我姓盧嘅，係個律師嚟嘅，知識產權律師。咁我咧就係香港律師會知識產權委員會嘅成員啦。咁我哋有幾個成員咧，都係曾經同呢個 HKMA 啦，即係金管局啦、銀行公會啦，同埋呢一個知識產權處咧就開過會嘅。咁就係關於呢一個融資沙盒呢一個 project 嘅。咁其實咧，綜合其實頭先幾位提詢嘅咧都有關嘅，因為點解咧？因為銀行一直以嚟咧，佢哋願意係融資係喺呢一個物業方面啦，又甚至咧係一啲 immovable 一啲 movable 嘅 property 啊，例如你嘅債券啊、你嘅股票啊都得，係嘛？但係知識產權咧，佢哋就一直以嚟都比較係hesitant， 因為咧第一，銀行本身嘅職員唔了解知識產權，咁佢哋自己都唔識，佢點敢去做呢個融資嘅決定咧？咁樣樣。咁喺呢一方面咧，其實香港律師會咧。香港律師會咧就都已經係offer 咧，係我哋係可以俾一啲 courses 俾銀行嘅，咁就等佢哋嗰啲處理融資嘅人員咧都可以了解多啲。咁第二個佢哋嘅痛點咧就係知識產權其實唔係有一個好 ready 嘅 secondary market， 因為你係動產不動產啊嗰啲咧，其實佢有 secondary market。係嘛？佢借咗錢出嚟，如果 default 即係嗰個 borrower
唔還錢，咁佢點咧？佢拎住咗你個 patent 都冇用，佢又唔識自己開發，佢又唔識自己去 commercialize， 咁佢賣出去亦都唔知其實係唔係真係會賣得到嗰個錢，咁所以咧呢個係痛點嚟嘅。咁呢個痛點咧，我就或者一陣間講 valuation 嘅嗰位講者咧就會講多啲啦，係嘛？呢個係咪能夠解決到佢哋嘅痛點咯？咁就所以我就係其實想話講下咧，我哋仲有2個area 咧，其實可以完善下，希望咧就係幫到呢個IP 界嘅嚇。咁咧就第一個咧就係因為其實知識產權除咗一啲係專利之外啦，仲有版權啦，係嘛？咁啊版權咧，暫時而家未有一個註冊系統。咁冇註冊系統嘅情況之下咧，其實銀行夠唔夠膽借錢按一個冇註冊嘅權益咧？咁呢一樣嘢係咪我哋亦都應該考慮一下？係咪都 set up 一個版權嘅註冊制度咧？咁樣。咁第二咧就係、有好多嘅知識產權，例如TikTok 啊，嗰啲，佢哋最值錢嘅係乜嘢嘢咧？就係佢哋嘅 algorithm 啊嘛，佢嗰個算法啊嘛。咁咧，但係咧呢個 algorithm 咧，亦都佢唔會咁蠢拎出嚟 patent 嘅，因為個 patent 嘅 expire 咗㗎啦。咁即係如果係20年 expire 咗，呢佢就唔能夠可以係再利用，因為人人都可以跟佢 algorithm 㗎，佢冇晒競爭力㗎啦。咁所以咧，呢一類嘅企業咧，其實如果係香港又研究下，可唔可以做一個 database right 係外國有嘅，香港未有，就係佢哋嘅 database itself 咧係有個權益嘅，可以 protect 嘅。因為呢個係佢哋嘅業務最值錢嘅地方嚇。咁如果可以考慮下database right 呢樣嘢，咁亦都可能會有幫助咯。多謝你意見。嗱，首先喺培訓方面啦，以往我哋推出可能大家都有參與過個 IP Manager Scheme。咁其實就係為大家提供翻喺知識產權領域一啲嘅最新嘅進展發展啦。咁嚟緊啦，我哋係會擴大呢方面嘅工作嘅。我哋希望啦就係可以有咁嘅資源啦，去做一個 IP Academy。咁其實咧，我哋就係會同 VTC 啊，以及係一啲嘅專業團體，包括香港律師會啦，就係去講。特別係 focus 喺呢個 IP financing 呢方面。頭先你講得好好嘅，就係相關銀行業界嘅朋友、金融業界嘅朋友咧，其實都未即係對呢個 IP financing 唔了解，對呢個知識產權唔了解。咁所以咧喺佢個制定一啲嘅融資標準嗰時咧，其實就冇乜點幫，即係幫唔到手嘅其實。咁所以咧嗰個教育呢方面、培育呢方面咧係非常之重要。咁所以咧我哋嚟緊啦係會透過呢個 IP Academy 啦，係會做多啲呢啲工作。喺個過程當中咧，我哋亦都係會同香港律師會啊，同埋相關嘅一啲嘅專業團體啦，一齊合作喺 VTC 嗰度啦，一齊搞一個相關嘅 course 出嚟。咁啊，之後我哋再同你聯繫啦。咁跟住咧，你頭先講喺 valuation 嗰度啦，咁的而且確係可能一陣間俾翻一陣間各位啲講者可以講多啲啦。咁呢方面啦係有個挑戰喺度嘅，即係如果大家係用現有一啲嘅融資標準去做呢一個 valuation 啦，其實係困難嘅，因為你始終就係頭先都講咗啦，我哋嘅專利啊、知識產權啊，其實嗰個流動性又好或者其他嗰個價值標準都好啦，其實同一啲實體嘅一啲嘅資產啦係好唔同嘅。咁所以點解咧？就係要透過一個融資嘅沙盒啦，去睇下。你喺個融資過程，喺嗰個估值過程當中，有冇需要去做一啲嘅微調，令到啦去我哋成個業界咧就更能夠係受惠得到啦呢個。咁另外剛才你所講嘅 database 嗰度我哋會take note啦，我哋呢個係我哋會睇下點樣做。我都聽過嘅，有好多就係話個 database 或者係 data driven 嘅一啲嘅資產啦，其實呢個亦都係相當之重要嘅。咁我哋嚟緊睇下有冇乜嘢嘅工作可以做到啦。咁至於你講 copyright 嗰度嘅版權而家嗰個情況咧，就係基本上你創作咗或者你寫咗嗰首歌啊，或者做咗嗰個版權創作之後啦，
自動係有一個版權嘅保護嘅，自動嘅唔需要申請嘅，全世界都係㗎。咁所以咧，其實全世界咧都好少地方，基本上近年冇一個經濟體咧係做一個係強迫你去做一個登記制度嘅，因為咧你唔能夠係確保所有人都去登記得到，咁所以只能夠係做個 voluntary basis。但係 voluntary basis 咧，同樣去 go back to 你頭先個問題啦。咁究竟銀行機構對於呢啲自願性嘅，因為你個 database 唔完整啊嘛，你唔係個個嘅 copyright 都喺嗰度啊嘛，即係你唔同專利，如果你係要登記咗嘅，你係註冊咗嘅，你先至能夠去做後面啲工作，版權唔一樣。咁所以咧，除非你就係能夠令到所有嘅版權都係強迫地去登記，which 其實全世界都做唔到。咁所以咧，你呢個登記制度咧係相當之困難去做。咁但係我哋都繼續去睇下，除咗一個登記制度，有冇其他嘅一啲 alternative 可以做到咧？即係更加好保障啊！即係頭先我講就住一啲嘅新嘅科技發展，尤其是 AI 呢度啦，如何更加好去推動又好，保護又好啦。咁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嘅 AI 發展，其實對版權啦可以係一個係促進嘅作用，亦都係一個係比較大嘅挑戰嘅。咁所以呢方面啦，我哋都從多管齊下嘅角度啦，睇下點樣去幫助相關嘅業界朋友啦。好，多謝。哇，非常感謝。感謝陳副局深入淺出咁樣咧，幫我哋咧從6大方面去為香港特區政府嘅層面也好啦，不停就可能喺人才培育政策投融創方面咁各個方面頭先都 mention 到啦，上中下游其實基本上每一個環節其實都係好緊扣嘅。如果唔係嘅話咧，好多政策又或者係尤其是係家佢哋嘅產品其實係會落唔到地嘅。咁我哋時間咧都嚟到好愉快咁樣就過去咗。咁我哋咧都嚟到準備要食飯嘅環節啦。咁大家咧就可以邊食邊傾亦都可以慢慢咧又消化下頭先一啲嘅 information 啦。咁我哋咧接住落嚟咧，下到仲有2場嘅speaker 會去喺唔同嘅 area 再去深入啲去切入嘅。咁跟住落嚟咧，大家就可以比較 feel free 啲啦，邊食邊傾係嘛。咁我哋而家個環節咧就可以叫餐廳準備上菜啦，相信大家個肚仔都餓啦。大家又可以傾下偈。多謝大家，多謝大家。多謝。洗手間嘅話，洗手間喺出邊轉右有2個洗手同埋喺做嘅過程中學到一啲經驗，咁有咗經驗就會即係希望能夠再普及嘅新聞，即係我同意呢個先生講嘅，你應該係 B to B 嘅嘢，唔係 B to B 嘅嘢咯，即係唔係單純 B to B， 因為你銀行咧，除咗冇識得啲 marketing 咧，佢對嗰樣嘢嗰個 recognition， 大家都有個好唔同嘅，我都唔認我呢一樣嘢係有個價值喺度，咁我點會私人嘅我要同股東交代㗎？咁樣我要同嗰啲管治交代㗎嘛，我冇嚟傾呢個 risk 㗎嘛，咁所以咧某程度上咧，政府喺呢度咧一定要做到一個令到嗰個有一個價值，有個認可嘅價值，除咗賣保險之外咧，應該仲可以做多少少 guarantee 嘅嘢，即係政府要做一啲 guarantee， 佢要令到嗰個擁有或者個 IP 擁有人。係將呢個 intangible 嘅一個變成一個可以量化得到嘅大啲資料嘅一路成係啊，exactly 前面嗰個你都因為3人入，我而家入都冇話有嘅啫，我冇辦法落去因為爛，又爛咗，好似嗰個有啊，嗰個你一個人。望先啊！
得啦，啊，出聲。 OK， 望住，1、2、3，嚟多張。OK。我哋自己安排，先坐低嘅。我覺得你如果差唔多有差唔多咁咧，我點解話政府應該參與咧？好似我哋嗰大廈，而家啱就係做緊個維修，原來政府咧係控制咗你一差唔多40%嘅，咁你咧而家嚇死人啦！而家好多俾美國好多嘅廠商，應該呢個可能全世界都係咁做嘅，所以即係話我哋有創新科技，有咁多創新。咁我覺得應該會從法國為例，法國呢人咧有兩種人最尊敬，第一就係總統，第二就係藝術家，藝術家就好似你啲咁樣，就或者林布布嗰啲咯，係咪？咁你香港有冇啲細啲嘅，可以大家呢家啲中小企，因為你做得好嘅咧，香港可能突然間整10幾20個，好似你啲藝術家